南投警方今仔日去民间乡一笪地园追查，敢若有渔工做贼仔案件，结果3个渔工看到警察就紧旋，其中2个佫跳落去大约20层楼的山坎，摔个重伤。落尾有将这2个人吊挂起来送医，警方嘛继续来追查，敢是盗破渔工。警察今日去地园，3个渔工看到了后，赶紧是架走，其中2个人为着闪避这闸溪，竟然对山谷跳落去。哎呦，要死啊跳诶2个跳落去渔工倒伫石堆顶面，虽然也在人，不过已经拢未啥震动。南投警方17早起到位伫民间乡这个地园，当时有3个渔工正伫地园工作，无想确实发生意外。由这2个人跳落去的所在，大概有60公尺遐深，下骹属有中华关电中镇。空军直升机因为地形限制，无法度用空中来吊挂，随即有警消、白丝落去，甲2个人慢慢救起来。不要快，慢慢拉。好，慢慢，来。警方立即通报消防单位到场来救援，分别在14点及15点左右将2名伤者救起送医。那目前该3名渔工为何逃逸？是否涉及不法？警方将深入调查厘清案情。警方讲，这条民众报案，辖区内底有渔工，敢若走入去鸡青园偷体，早起过程也合法停驶。这2名受伤的渔工被送医急救，另外1名逃走的渔工，警方也在找人，因为身份也来调查是不是逃走的渔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